大台南公车为着要互新庄人士有经济便利，对1月份开始已经甲5路市区的公车路线拢全部换成电动的计车型的公车。同时，为着要提升新庄朋友更友善的坐车空间，市府交通局佮有府城客运佮有车厂共同会勘来检视车内无障碍设备，并邀请到主管新庄协会营务理事长何文赞共同到现场来提供意见。很感谢我们今天我们台南市的公车虎城客运公司每一年呢来提供我们驾驶员的一个教育训练的机会，那邀请我们身障团体、身障朋友一起来参与那很感谢我们台南市政府交通局结合我们客运公司还有我们身障团体呢一起来为了我们这个城市的大众运输公车的服务品质的提升。那我希望就是每一年在这个公车司机的教育训练里面，能够让每个司机驾驶员能够了解到说要怎么样来服务我们这些行动不便的朋友。毕竟我们现在的城市里面不只是身障朋友尤其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超高龄的社会，每天看到很多阿公阿嬷在出门都是坐轮椅所以我希望将来呢让我们整个大虎城、大台南的一个大众运输系统能够很便利又安全。主讲新庄协会营务理事长感谢市府对无障碍服务愈来愈重视，并建议业者会当加注意斜坡的防滑措施，确定新庄者伫咧就车佮有落车的时阵会当更安全佮有安心。市府嘛表示，2030年大台南公车会全面电动化。为着要达到目标，嘛继续努力辅导公车的业者会当采买无障碍的车辆，做伙来打造大新的城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